好，大家好。咁啊，今日好開心，因為咧我就請咗汪校長啦嚟同我即係分享一下護理界嘅一個情況。咁其實我咧呢度講翻少少，雖然咧我係醫生咧，但係其實咧我咧都係汪校長嘅學生，因為汪校長喺理工嘅時候咧，其實我係讀咗個醫療科學博士嘅。嗰陣時啱啱即係雖然我哋就好少見咧，因為高高在上啊嘛當時咁，但係咧就亦都係個學生咁，所以咧今次咧就好開心可以揾到阿汪校長咧，就嚟即係可以同我分享下即係關於護理嘅即係情況啦。無論係學生或者而家即係護理界嘅情況咁啊，我想問下汪校長有啲咩你而家覺得係而家嘅護理界需要去即係嘅難處或者係嗰個情況係點樣樣？我相信而家嘅護理界面對嘅挑戰比任何時間都係更加厲害，亦都更加高嘅。主要原因咧就係即係科技嘅發達咧，其實開始慢慢都係滲入去護理嘅專業㗎啦。咁尤其是首先就係護理教育啦，護理教育究竟而家嗰個嘅課程內容啊、時間啊、空間啊、種種嘅要求咧，係咪已經可以準備到我哋呢啲學生為免5年之後畢咗業成為註冊護士去工作咧？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因為其實radiologist嘅一個轉變亦都好快，亦都睇到係就由於科技嘅影響咧，你哋嘅工作性質都改咗。咁呢一個係思維嘅問題嚟嘅。咁你如果接受唔到呢個思維，其實你做唔到個好嘅 radiologist。咁同樣嘅思維咧，其實要搬到去護理教育咧，係更加有大幫助咯。咁其實喺實踐更加多啦，實務嘅嘢，因為醫學上嘅改變對護理一定有很大嘅影響嘅。咁究竟我哋準備好未咧？咁呢個我覺得護理專業係值得反思嘅。咁我琴日咧都有同一啲護理嘅即係 final year 嘅同學傾偈，咁咧就佢哋就話咧，由於即係個醫管嗰個 budget 嗰個問題咧，令到佢哋可以幫忙喺病房嘅時間係少咗。咁呢方面咧，會唔會都係有一個影響喺度？其實呢個要詳細去分析嘅，即係而家咧好多學校都開護理嘅課程，而開親嘅護理課程都係好大班嘅。咁佢哋其實由於咁大班咧，咁佢更加需要多啲嘅實習嘅時間。但係無奈醫院嘅病床係有限，有啲病房亦都去唔到嘅。咁而今時今日嘅醫院同埋嗰個嘅質素管理咧，其實太多學生亦都會影響嗰個嘅護理嘅工作。咁所以由於咁咧，我覺得要重新去策劃一下，究竟要多少時間先至啱咧？呢個護理嘅課程，我哋而家嗰個已經係上個世紀嘅時已經決定咗。2025年啦，個係咪應該要反思一下咧？要幾多咧？邊個係最好咧？咁其實應該係值得分析一下嘅。起碼有一個能夠真係幫到學生，將佢哋所學嘅或者係將佢哋所領會到嘅嘢係實施喺個病人嘅身上。咁當然啦，係呢個亦都要對老師嚟講係一個嘅責任嘅問題啦。點可以帶到個學生去到嗰個層次咧？咁或者如果你嚟緊啦，嚟緊開始立法會嗰個年度，你會對即係一個立法會議員，即係喺個議會入邊可以有啲咩期望，或者點樣幫助到護理界？即係如果我哋真係好認真睇醫療嘅事業咧，尤其是即係阿劉醫生你成日都講話一個產業咧，其實更加要係轉型嘅。我哋一定要轉型。咁你轉型咧，就其實好需要政府啦。咁政府之外咧，需要一啲業界嘅啦，唔係一定要護理專業嘅。其實我哋係一個團隊啊嘛，所以每一個專業應該要參與，亦都從佢哋角度去睇。我哋係可以從其他專業學習到一個比較適合未來嘅模式嘅。咁所以其實呢個立法會議員應該喺我嘅角度嚟睇，個網絡要夠闊啦，亦都係盡量鼓勵到不同嘅專業嘅有代表嘅朋友一齊參加啦，去討論呢件事啦。咁呢個會係事半功倍嘅，亦都大家唔好忘記未來咧嗰個影響，可能我哋而家嘅專業嘅數量或者甚至個種類咧都要修改嘅。咁呢個更加係需要立法會議員嘅幫助先可以做得到。呢度咁啊，都希望即係如果成功嘅話咧，都努力去做到呢一個嘅即係境界啦。咁啊，都多謝你啊，汪校長，多謝晒，多謝晒，多謝晒，就成功。請大家記得12月7號立法會選舉去投票啊！